需要。大家可以望一望呢一本咧，其實就係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嘅版本。其實裏面都講咗好多佢哋唔同方面嘅需要或者嗰個嘅情況。咁我諗大家都可以稍後啦，都可以再睇一睇嘅。咁而其實喺2012年嘅時候咧，當政府咧就提交咗呢一本。我哋嘅政府就提交咗呢一本俾聯合國，咁之後咧就有啲審議，咁審議之後咧啲結論喺2012年嘅9月，其實到而家咧有部分嘅工作係真係跟進咗嘅，不過仍然有好大部分嘅工作咧都係未能如願嘅喎，好似啲乜嘢咧？老師喺特殊教育嗰個嘅培訓不足啦，又或者頭先我哋講一啲嘅通道障礙咧，仍然都係非常嚴重嘅。咁至於我哋講緊喺香港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哋嘅殘疾定義咧又幾唔一致嘅喎，唔同局又講緊唔同嘅殘疾。咁所以咧呢一啲都係有待咧我哋需要再進一步去跟進嘅殘疾嘅議題嚟嘅。咁所以咧公約點樣落實咧，其實係重要。公約我哋唔希望咧喺櫃桶度抄翻呢本書出嚟，我哋亦都唔希望呢一本咧。當社工教育嘅時候講下有咩叫公約，唔該。當第日社工教育嘅時候，請我哋殘疾嘅朋友一齊去講下書好唔好啊？即係大家去分享佢嘅經驗，你就明咩叫暢通無阻，咩叫障礙，咩叫真正嘅共融。好啦，第8樣咯喎，大家好想要嘅係啲咩咧？其實就係盡快啟動一個香港嘅康復計劃方案，英文咧就叫 RPP。我諗作為候選嘅議員好重要咧，係需要喺復康政策嗰度加一把勁，因為其實我哋嘅康復政策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要睇返復康服務嗰個藍本。我諗在座好多朋友咧都好熟青年啊，或者唔同嘅政策。但其實喺復康裏面咧，我哋好多年前啊，都有一個叫做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RPP， 但係好遺憾咧，其實上一次係講緊05年嘅時候，2005年咧就有工作小組去展開咗檢討。咁但係05至07之後咧，其實到而家咧都已經有10年啦。但係大家想象，如果我哋嘅復康服務計劃係冇一啲嘅長遠嘅諗法，突然間有事發生，政府擺嚿錢出嚟就處理某個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咁得唔得呢？相反，我哋係需要一個全面同埋一個比較咧係清楚嘅一個復康嘅政策，以至咧我哋可以將殘疾人士嘅需要咧去滿足。其實咁樣會更加令到我哋資源用得有效，就好過咧真係抌一嚿錢出嚟，唔知做咗啲乜嘢，可能有時攞嚟做咗宣傳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期望嘅係一個嘅能夠長遠去幫到持續發展嘅一個政策，就係 RPP 啦。好啦，最後一樣嘢啦，我哋講到咧就係好多殘疾朋友咧，其實佢哋唔係淨係我哋好多人以為殘疾朋友係依賴福利嘅喎，好多人會咁諗。但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好多殘疾朋友仍然都係有啲工作，或者佢喺殘疾之前都係有做嘢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好覺得咧，當我哋去諗一個退休生活嘅時候，長遠呢個退休生活，我哋唔係淨係諗長者。長者裏面當中有好多人過去都貢獻咗社會，我哋好希望呢一個嘅退休嘅時候咧，佢哋都有一個全民退休嘅保障，令到咧唔同嘅殘疾朋友同佢屋企人。特別可能有啲照顧者，雖然你話佢冇出嚟做嘢喎，但係我哋過去啲研究睇到咧，其實佢貢獻嘅經濟價值咧係不少。咁所以我哋咧嘅倡議係希望殘疾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屬都係有一個全民嘅退休保障。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咧有9點咧，頭先講翻就係好多殘疾朋友嘅訴求啦。至於呢度，我哋有36個團體，無論係長期病啦。一啲嘅智障嘅團體啦、殘疾嘅團體啦，佢哋都同我哋諗嘅嘢係好一致。除咗頭先嗰9點之外咧，佢哋都仲有1、2項咧嘅需要，譬如講一啲醫療事故啊，又或者係一啲罕有病嗰個嘅定義支持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我哋有興趣咧，都會再俾翻大家。但係我哋睇得到好清楚就係殘疾人士同埋長期病患者，佢哋係喺各方面咧都有好多醫療、復康同埋唔同嘅需要嘅訴求。點樣能夠一籃子有效、有政策、有計劃、長遠，能夠持續咁樣幫到佢哋咧？可能呢個都係5位候選嘅社工界嘅議員咧，就要諗一諗嘅地方啦。咁咧就我諗我講解嗰9點咧，就去到呢度。好多謝大家。好，唔該。唔該，洪德鳳啊 Anchor 嚇。咁跟住咧，我首先都要同大家
補充翻咧，曾健超咧就啱啱趕到嚟嚇。好啦，咁都反正咧就候選人未開始發言，你冇任何損失，不過聽少咗嘢啫。OK。唔好意思，我大頭蝦去咗環球杏村嗰個。好，跟住咧就及時講到啦，就係候選人嘅開場發言啦嚇。咁咧就每一位候選人咧就會係輪流發言嘅，而每人咧係唔多過2分鐘嘅。咁我哋第一個 round 咧就會係根據選舉編號嘅順序啦嚇。咁就即刻就開始啦，我哋請關瑞軒開始。各位朋友好，我係1號關瑞軒。我諗最主要出嚟嘅時候咧，對於大家朋友所面對嘅問題咧，其實我都好清楚。因為我同一時間亦都係坐喺公益金裏邊咧，係撥款委員會裏邊，所以好多時候咧，你哋嗰30幾間機構咧，差唔多有一半以上咧，我都去探訪過嘅。而喺我哋開會嘅過程裏邊咧，我都係好大力支持任何我哋殘疾人復康方面嘅服務。咁呢個其實我哋都7點出嚟，我好關注嘅嘢咧，同你哋嗰9大點咧係相當之類似。咁我一陣間有機會嘅時候，同大家再慢慢分享。咁啊，多謝大家邀請我今日嚟，多謝大家。未用晒你啲時間，唔緊要嚇。請曾健超。大家好，我係阿 Ken 曾健超，2號嘅候選人。我之前咧主要係做青少年嘅外展服務，可能喺康復服務上面咧，我有啲唔係好完善或者唔好認識嘅地方，咁啊請大家多多指教啦。我今次咧參選，如果喺社會福利界咧，主要嘅政綱有3點：第一，推翻一筆過撥款；第二，同工同酬，回歸薪級表；第3，反赤化，防染紅。今次參加立法會選舉咧，我會覺得呢個雖然係一個功能組別嘅選舉，但係我哋要面對嘅咧，唔係正社會福利界嘅議題同埋社會福利界嘅選民，我哋需要面對香港每一個選民同埋處理政治嘅問題嚇。我唔係一個錫身嘅人，我從來係一個前線嘅抗爭者，所以我會相信真正嘅行動，無論用任何方法。要面對嘅、對抗嘅，佢哋係我嘅競爭對手，但係唔係我敵人。我嘅敵人咧係保皇黨同埋特區政府，所以無論用拉布啊，定係議會抗爭嘅方法咧，我都會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守護香港，帶嚟改變。喺殘疾人士權益方面咧，我其實之前主要就住一個政策有去發言同埋做咗個記者會嘅咧，就係關於嗰個傷殘嗰個能力同埋最低工資中間嗰個補貼。我相信人生而平等，無論你嘅身體嘅能力嘅程度唔一樣咧，我哋都要追求一個公平嘅待遇同埋公平合理嘅權益。呢個就係香港公義嘅精神，要去守護住嘅。多謝大家。喺度講多一句咧，就係我哋唔可以超過2分鐘啦呢個發言，但係如果靜咗咧係會就咁清咗佢噶啦，唔會有累積嘅嚇。好，請邵家臻。好，各位朋友你哋好，我係阿臻邵家臻，我係一個倡導者，我係社工老師，係社工復興運動嘅發起人，係註冊局嘅民選成員。今日咧係候選人3號邵家臻，你哋好。我競選口號咧係暗室點燈，絕處種花，突破樽頸，復興社工。今日嘅香港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樽頸嘅，政治上啦、經濟上啦、社會政策上啦、社會服務上啦，都有唔同嘅樽頸。點樣能夠突破樽頸咧？就係要復興社工，就係要有更好嘅行動力同埋組織力，合縱連橫、裏應外合，咁樣帶嚟改變。我唔係一個人嘅孤軍作戰，亦都唔係一群人嘅圍爐取暖。我係一種社會工作價值嘅承傳。我會以爭取民主、保障民生、重啟社福規劃、捍衛弱勢權益作為我嘅工作嘅綱領。近呢幾個月咧，我不斷落區嘅時候咧，見到好多殘疾嘅朋友，佢教起我幾件事。第一件事，佢話：我哋唯一嘅相同係乜嘢啊？邵家臻，我哋唯一嘅相同就係我哋每個人都唔同。第二，佢話我哋要做嘅就係每一個人咧要令到每一個有唔同能力嘅人咧係有自主嘅生活。我哋唔係要一種康復嘅模式，我哋要嘅係自主生活，我哋要嘅係獨立生活，我哋要嘅係權利，我哋唔係要福利，我哋要嘅係社會參與，我哋要嘅係自己同為自己嘅權利發聲。我覺得好重要。
我希望一陣間喺個分享裏邊，大家繼續發聲，我好願意向大家學習。多謝每一位朋友。多謝家俊，跟住請葉建忠。你好，我係4號嘅社總葉建忠。咁我做咗社會服務有21年嘅時間，咁一直都喺業界裏面。我哋經歷咗唔同嘅事情，我哋經歷過整筆個撥款，亦都經歷過即係唔同個睇住好多唔同嘅社工，因為喺成個服務裏面，我哋體會到不斷嘅，因為唔夠錢啊，所以不斷去寫唔同嘅標書，不斷喺一個我哋話喺個不斷喺呢個申請基金裏面嘅循環。喺今次裏面，其實喺殘疾人士同埋長期病患者裏面，我哋有幾個唔同嘅重點，我哋想帶出嚟嘅。第一，我哋希望推動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嘅權利同埋認識嘅關注。第二，我哋會關注殘疾人士老齡化嘅問題，因為我哋發現殘疾人士嘅老齡化問題係越嚟越嚴重喺個社會上面。好多時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單位，其實越嚟越多殘疾人士老齡化。咁其實現有嘅服務裏面其實係處理唔到嘅。咁第三，我哋會訂定呢個嘅照顧者嘅政策。我哋好多時我哋發現有好多照顧者其實佢哋係冇人去照顧佢。咁第四，我哋加強早期嘅評估，提供一站式嘅服務。另外就係檢討同埋增加殘疾人士嘅庇護工場同埋展能中心嘅服務。跟住係訂立呢個嘅聘用殘疾人士最少有2% 嘅就業配額。而家呢段時間我哋發現好多時政府就講緊嗰2% 係佢自己本身內部嘅員工，佢自己老化咗，其實佢都計埋落去。其實呢個唔公道嘅，我覺得呢個根本其實唔係講緊個配額問題，淨係講嘅。同埋我覺得係咪淨係政府如果自己都唔帶頭做嘅話，咁私人機構點做呢？好，跟住最後我哋係會爭取呢個嘅加強社區照顧服務，增建呢個嘅殘疾人士院舍，改善城市規劃。好，唔該晒大家。唔該晒。跟住請黃成智。好，大家好嚇。咁咧就我諗大家都認識我嚇。我喺立法會裏邊咧都做咗8年嘅時間。我8年裏邊嘅立法會工作咧，我其實主要關注都係福利政策嘅工作嚇。我亦都係當時嘅政黨嘅福利政策發言人。我諗張建輝我哋都見好多次，或者在座好多朋友，我哋都一齊咧係努力為我哋殘疾人士嗰個權益咧都做過唔少功夫。我淨係聽翻大家正話提出呢啲嘅方案咧，其實都俾我哋係多好多嘅知識。咁我亦都會全力咧入到立法會裏邊咧，係會有幾項嘅工作咧係會繼續去做。第一個咧係會要求政府重新去討論翻香港復康計劃嘅方案。點解要再討論咧？除咗咧整體個發展咧根本上有好多嘅改變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啲殘疾人士同埋咧照顧者，仲有咧係一啲嘅復康人士咧個老齡化嘅問題。呢個咧喺現時咧我諗係大家面對困難最多嘅，無論係照顧者或者其他人都係需要咗呢方面嗰個嘅改進個服務。我亦都希望可以推動商界同埋我哋業界啦，即係殘疾人士嘅服務者咧，能夠可以有多啲嘅配合，譬如我哋有配對基金，或者咧讓咧係喺商界裏邊有多啲嘅殘疾人士方便嘅安排。仲有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最好就4%啊，唔好2%，100個員工裏邊有4個殘疾人士唔算多㗎。我自己都做緊社企，我一半人咧係殘疾人士精神復康嘅朋友。其實我睇到好多呢啲嘅朋友咧喺幫我工作過程中非常非常之好。咁所以咧呢啲嘅唔係一個嘅障礙嚟嘅，而係事實上咧真係可以推動佢哋去就業。我亦都希望咧嚟緊咧我哋盡快揾好多地方落實咧呢個嘅18區嘅精神健康中心。依家因為社區裏邊好多歧視問題，所以令到咧我哋啲嘅精神復康中心咧唔能夠落實。呢個咧我希望能夠喺立法會裏邊同大家一齊去爭取。多謝大家。好啦，跟住就多謝台上5位候選人嘅開場發言。咁跟住咧去到我哋其中一個戲肉咧，就係我哋嘅主題討論嚇。總共嘅時間咧係有60分鐘嘅。咁但係點樣分配咧？就係我哋會分3個範疇。第一個範疇係復康政策，第二個範疇係殘疾人士福利權益及保障，而最後一個範疇就係醫療方面嘅範圍。
咁就候選人咧會喺3個主題討論嘅環節咧，各有3分鐘嘅回應。咁即係話咧，我會咧一次過咧係邀請3位台下嘅朋友咧去提問1個問題。咁當3位朋友一次過提問完問題之後咧，我亦都會咧根據咧我哋嗰個順序咧，就請台上嘅候選人咧係回應嘅嚇。咁好簡單嘅啫，其實好啦。咁喺呢度我邀請我哋都唔會有啲咩嚴謹嘅制度啦嚇。咁就舉手啦嚇，你想問嘢就舉手，問1個問題嚇，應該係唔多於30秒，30秒之內可以講1個問題，應該都可以啊。嗱，你個鐘我都唔會 cut 你嘅嚇。邊位？係。我想問嘅。你講一講你個名好唔好啊？我叫趙浩林，我就想問一問咧，關於呢個雙人終結呢個問題，我想問呢啲呢個社福界個啲候選議員啦，我想問咧，你點樣去幫助我哋啲長期病患者去攞呢個雙人終結？因為我哋5月3號咧就開個呢個福利事務委員會，政府話連呢個智障啦、精神病康復者 B 法嗰類別咧都話要 cut， 咁咧長期病患者一嬲已經冇㗎啦，腎病啊、地裝病，我想問你點樣幫我哋？好，跟住第2個係啦，後邊跟住呢邊嚇。咁講係嘛？係啦。有冇咪啊？就咁講。冇咪㗎啊，就咁講。大聲啲。咁我想問宿位嘅問題啊，就有好多人咧喺屋企照顧一個有問題嘅兒童咧，個家長受到好大嘅壓力。咁啊，社會咧就話個宿位唔夠，可唔可以開始一啲咁嘅臨時宿位啊？等人能夠當係呢種寄宿嘅方法，將個兒童喺佢最艱難、覺得好痛苦嘅時候，俾一個位置佢，等佢有個喘息嘅機會咧。如果我哋開設咗呢啲好似宿位，俾個臨時性嘅住10零日啦，或者1頭半個月啦，等佢個家長可以喺屋企減咗佢嘅壓力，咁就唔使見到有咁多家庭悲劇啦。好，唔該你。跟住後邊有位先生係咪？女士係女士。係。我係先生。聽你講啊。係，我係子欣，我係腦癇症同埋弱視嘅病患者。我想問一個問題，你哋有乜嘢方法咧，令大眾無論僱員、無論自僱嘅老細，都知道殘疾就業呢個需要同埋每一個病科裡面嘅特色，等佢哋可以有個危機措施喺裡面咧？唔該。好多謝台下嘅3位朋友嚇。咁當然啦，我哋都係大部分都係服務使用者啦嚇。咁我哋會即係關心一啲服務嘅問題啊，或者福利方面嘅問題啊，咁樣未必係好重即係政策嘅嚇。咁但係唔緊要嚇，呢個都係我哋嘅心聲。咁咧我哋好啦，我哋今次咧就請曾健超開始回應。你有嘅時間係3分鐘。好啊！我盡量回應每一個問題啦。當然可能有啲問題我未必能夠好滿意咁樣解答到大家，或者係完善到大家答案。我首先回應最後嗰個問題先啦。點樣可以咧俾更加多嘅社會大眾，尤其是係商界嘅人咧，知道殘疾人士嘅需要咧？嗰個就業嘅情況咧係可以大大改善嘅。兩方面啦，第一喺政府咧可以帶頭，就係講緊正話都有唔同嘅候選人講，政府而家講2%啦，醫管局講2.48%啦嚇。但係喺2%入邊係咪仲有可以改善嘅空間咧？呢個絕對係嘅嚇。同埋其實對於商界咧，對於一般嘅大中小企咧，其實冇得逼。不過你如果提供稅務優惠，即係政府喺政策上邊咧，議員可以去推動政策嘅推動。如果做稅務優惠，令到如果大中小企咧，你哋聘請殘障人士啦、殘疾人士去就業咧，佢哋可以攞翻其他嘅福利嚇，或者一啲稅務優惠，咁佢哋就會
有誘因去增加呢個就業機會。臨時性嗰個照顧咧，即係對於兒童係咪可以提供到一啲臨時嘅宿位咧？呢個絕對係嘅，尤其是我哋睇到最近社會一個悲劇就係一個長者佢先去殺咗個小朋友之後自殺，因為佢覺得佢自己冇辦法處理到呢個家庭壓力同埋精神壓力。香港社會咧，其實我哋有好龐大嘅財政盈餘同埋財政能力咧，去改善香港嘅社會福利，去提供更加多嘅院舍，無論係臨時定係長遠嘅院舍，我哋都可以有資源去提供。我哋有咁多錢可以起高鐵、起大白象工程、起三跑，要起即刻起到；起高速鐵路，你睇下西九嗰個地盤，要掘即刻掘到嚇。其實要做係一定做到嘅，只係政府喺排次序優先同埋嘅能力上邊去資源分配啫嚇。而好多時候咧，因為我哋個政府，尤其是議會，唔係透過民主選舉產生，我哋嘅特首唔係透過民主選舉產生，所以特首咧先特別去傾斜保護既得利益者，保護大財團、大商家，等佢哋賺盡。如果一個民選嘅議員，其實功能組別我哋社會福利界咧都算做一部分嘅民主嘅，我哋係一人一票註冊社工投票產生出嚟，冇公司票，所以我哋更加要守護，除咗係社會福利界業利益，更加應該去守護香港人嘅利益，同埋少數族裔啦，喺能力上有不足嘅人啦，或者弱勢團體嘅利益嚇。我相信一個走入議會入邊保衞香港人利益嘅人咧，佢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層面嘅人，佢都需要照顧。好，多謝你。跟住請邵家臻3分鐘。好，唔該晒。剛才阿 Ken 咧由第3題答起，我不如第1題答翻啦。第一題咧，即係講傷殘津貼嘅問題咧，呢個真係一個離晒譜，離譜到咩地步咧？就係2012年咧，聯合國咧，其實喺剛才提嘅報告裏邊咧，都已經係覺得咧，我哋嗰個傷殘津貼嘅定義係非常落後，係咪？即係落後到咩地步咧？就係我哋過往嗰40年咧，都係冇檢討過呢個津貼嘅定義。仲係用緊咧以工傷條例啊呢一種諗法咧，去諗緊冇咗100% 嘅工作能力，係工作能力咁就叫傷殘。其實呢一個定義真係離譜到不得之了。09年咧，阿超雄嘅努力下邊咧，令到咧即係申訴專員咧都主動調查，主動提出咧呢一個定義本身咧係落後嘅。我覺得咧呢個津貼津貼咧有幾樣要處理。第一，傷殘人士每年你 review 一次，其實係戇居嘅，係咪？即係智障人士每年 review 一次，佢咪仲係智障咁？你話係咪真係智障咧？呢件事。第二咧，其實嗰個津貼咧，而家用1650蚊同埋3300蚊咧，呢一個咧其實係太過吝嗇嘅。我好客氣咁講係太過吝嗇。如果唔係嘅話，係太過孤寒、太過離譜啊！我記得咧，超雄同埋復康會咧做咗個調查咧，係睇下一啲即係殘障人士咧需要啲自僱咧，係需要用幾多錢去每個月？我冇記錯嘅話咧，係需要2500蚊，係爭成1000蚊啊！呢個係咁係咪？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客觀嘅調查，係咪？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嗰個嘅問題咧，嗰個嘅金額嘅問題咧，亦都需要去處理。第三就係剛才提嘅評估啊，醫生嘅評估唔係唔可信，唔係唔重要，但係我哋唔應該俾晒壓力喺醫生度啊。其實我哋評估嘅，我哋應該有一個跨專業嘅評估機制小組，係咪？有社工，有唔同嘅朋友可以加入喺裏邊。仲亦都有一啲標準咧，喺國際上咧，我冇記錯嘅話叫 ICF， 係咪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啊？咁我哋呢個已經有晒啲標準咧，係俾我哋咧去沿用嘅。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成件事咧，係有一個圓盤，有一個好完整嘅、好通盤嘅處理方法咧，去處理緊傷殘津貼嘅問題啊！呢個我覺得係刻不容緩嘅。至於院舍裏邊咧，當然就係我諗大家都可以數到好多嘅數字。而家喺院舍裏邊咧係有幾多排隊排得幾離譜。我覺得咧短期嘅宿舍做得到係好事嚟嘅，啊係可以舒緩長期宿舍嘅壓力嘅。但係唔好忘記，我哋要加強翻個社區照顧啊！呢個我覺得咧喺復康裏邊咧，我好多嘢要同大家學習。亦都有好多嘢要繼續同大家一齊去爭取。作為一個同路人，大家已經行咗好多步，做咗好好啦。我願意同大家繼續一齊努力。多謝你哋。